清楚，已经熟了。有阵时呢，因为咱讲三级无留，比较少。你了解后壁这段，头前这段叫较走者，搁大约讲者，所以医生也讲啦，苏摩地或者继承苏摩地，伊讲如来所得法，处法无实甲无虚就讲如来所得的法，无一个实，甲无一个虚，无一个有，甲无一个空，因为咱常讲实空不离的道理。讲如来咧讲的道理的内底当中，伊无讲明即有甲即空的物件，处法无实，无一个实有的物件，无一个实空的，虚就是讲空的物件，无一个实空的物件。所以呢，因为既然无一个实，甲无一个空，就咱讲因为伊这叫做实空不离的道理。咱之前讲实空不离，咱讲断难言；受空不离，心就见。行，这个受空不离，现当天；实空不离，见如来。这个本自在，天空不离，当然就是见如来。这种是一个不离的道理。毋是讲你今日讲你做一个部分，讲做一点你一定来了解。苏摩地若菩萨心自发，以行布施，如人入暗，即不能所见。这段就是佛教说讲，苏摩地假使你是一个菩萨咱今日立中华经考第2分，咱苏摩地讲，如来现可怜诸菩萨，如来现无上诸菩萨。换一个解说，咱今日坐伫遮所有的东修，咱拢是一个菩萨心，咱拢是一个菩萨行，因为咱讲，因为咱咧修菩萨道。所以既然你是一个菩萨心，当然今日菩萨行，菩萨心，菩萨道，咱今日你是一个菩萨，是也未证得菩萨，你是一种的马身的菩萨，但是你这个心。如果自为法行布施，主就是执着。就是讲，你较要执一个有，执一个空，执有的物件，如人入暗，就参照讲你入去一个黑暗色的内底当中，即不能所见。简单讲起来，就参像咱之前讲过大枪，这个青年咧摸大枪，伊毋知大枪生做安怎，摸着骹，讲哪有条啊，摸着边啊。讲啊，塑胶讲，所以因为伊个就是叫做懵懂无了解，就参照一个一个人，即个个入去一个暗色的内底，所有拢无法。毋过呢，伊是甲你比如讲叫做执着的人，所以叫做无明理，嘛是解释就是安尼。若菩萨心不自发，以行布施，如人应福，日光明照，见照照相。就讲你今日一个修学的人。你今日，你这是法，但你无执着，你无自发，你无执着法，无执着莫定事相，嘛无执着法定事相，嘛无执着空有事相。换一个解说来讲，你拢无执着这事相内底当中来行布施，行六多万行，就咱咧讲，菩萨就是六多万行嘛，菩萨就行啊。菩萨的行六道法嘛，六道因心是万行啊，所以对六道因心做了后，即叫做万行法。所以呢，安尼当中呢，如人有福，日光明照，见照照相。就参照讲，咱今日有目睭，但是日头出来，当然你什么物件看较足清楚。换一句话来讲起来，叫做一目了然，你无乌暗，简单讲起来。你修道毋是甲人家相对白，你完全做明理。这段是跟之前讲的，所以呢，伊要甲延伸到去后壁，这段落来，这段是《金刚经》第14分最后一段。咱即摆来读一遍啦，苏摩提，诸佛提，东来之世，东来之世，若有贤男子，若有贤男子，贤女人，贤女人。令无处境受持托相，令无处境受持托相。即为如来，即为如来。依佛智慧，依佛智慧。
色知是人，色知是人，色见是人，色见是人，该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大家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段就是受尾，金刚经的第14分的总受尾。我大家说过讲，说过啊，当来之世，什么叫当来之世？就是咱这个时阵，咱今日伫佛当时咧讲叫做当来之世。所以《金刚经》的这个做第6本内底，当知是人，不无一佛，当迄个有一佛二佛三世我二情成经的即阵人，后500世即阵人，这叫做当来之世。那跟当来之世，即个善男子甲善女人啊，当然今日即个善男子甲善女人，即个人，毋是一般得的人。因来讲，因为当时入佛的时阵，因拢有供养过佛，嘛拢有闻过佛法。你今日你即个当来之世，你即个时阵，你等到闻到了佛了后，闻到真理了后，你才会开始去发心。这是一个相当的重要。是安怎讲？因为你今日到第10，伊就讲到第15分来。第10分是叫做受，是了个持经功夫分来。是安怎取这经典？经典有这个咱不可思议的物件。当然咱知影，是因为你过去你当来之前，你过去若毋是有闻过这个法，有修过这个法，有听过这个法，那安尼你今日来到这个世间当来之世，这个现在，咱今日敢听有物件？作者甲讲《金刚经》，伊讲你甲我讲这，你讲这我听。拄则，迄个中国大陆常驻因迄个查某囝，迄乔丽，迄来爸讲，方经理，你定时要来广州，你来广州，我会当请你讲出金刚经给我听。阮真拢要学金刚经，我容易。我讲伊广州的伊就可能客家，因为广州话做调，所以因为你甲我。我甲讲，我因暗拄要来爱上我金刚经，拄当这个时阵，所以一个人，因为过去，因为280点钟内底有这物件，伊当着这物件了后，伊就开始会要去做这物件，这是一个足奇怪的物件。这是因为讲，你的物件，你的头壳遐物件，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你头壳若有这味爱爆掉，你头壳动了后。你敢会随到去爆掉？你随到。你头壳内底若有迄个贪念灵内底，你有机会来，你确实是你是执迷迄个贪念的迄物件，你随从的。然后你闻着迄物件，你会随从。你今日你若好色好色，你当着迄个念，你会随从的，你会随从。你今日若有经典的物件、真理的物件，你当着迄物件，你会撞的，你随从。但是你爱了解，你有即个物件，甲你生出来迄物件，毋是你生出来物件，是你当劫来染来物件，是你当劫来染来物件。换一个经典是讲你当劫收来物件。咱今日会当听一个经典，今日毋是你即世有诶物件。如果若你即世有诶物件，我甲你讲。真世界有70亿个人口，70亿个人口，袂当讲大家上今日咱，有爱，即个喜好去做这物件，所以因好来讲，即个当来之世，即个人，即个善男子善女人，即个毋是普通的人，比如咱王先生，王先生咱无遐甲伊接触，伊咧开汉物件，伊心内咧开汉物件，咱若需要汉药，汉去找伊。有影时仔甲你讲过一个，因为伊汉药拢作新诶，嘛是伊个人作新式。但是我去甲讲了后，讲着经典了后，伊马上会当应到我这物件。即个当应到我这物件，伊就是伊个80点这物件。所以我讲伊是有应到我这物件。我嘛讲你亦如是，我亦如是。你个看法甲我看法，就是讲伊拢共款遐物件。无你今日若伊一个
咱拢因为嘛，迄阵人也袂求道啦，也袂求道，咱法度去啊嘛吼，迄阵我去啊，尾下才来求的嘛。就也袂求道，咱讲这物件就会甲咱相应。你甲看，伊毋是当劫收来的物件，敢讲伊即世收来的物件有咩物件嘛？换一个解说，即世收来的物件嘛，还无条理内底。咱这个头壳毋是遐尔简单。所以咱想讲一句话，6万多年来，你当劫收来的物件，毋是简单。尤其咱即回，话来这当来之世，咱这贤人子、贤女人，这大家，尤其是《金刚经》所讲的贤人子、贤女人，咱话过已经讲过，诸菩萨、甲摩诃萨，即阵人，领有此经受持读诵，这是甲讲啊，领有此经受持读诵，会当离即部经典，会当，因为咱离第4分，咱离第15分，应该持经共经分下8一段话，佮讲较清楚。因为一直伫即部经典的内底当中，一直咧强调这个。领有此经会当离即部经典《金刚经》的即部经典，会当受持修。咱老早讲，你有去感受。你会当去领入有心，你领入有心，你会当去心的内底当中，你会当甲意念如法。你的管是，甲即个读诵即个经典，那安尼当中呢，你今日甲读诵，即位如来，那安讲，你即个人，就是如来。什么叫做如来？如来，伊释迦如来是讲10个名称。伊是讲释迦如来，伊这是一个名，毋是伊用着一个如来，有那嘛有叫做佛，嘛叫做天人师，嘛叫做大丈夫，这是佛的其中的一个名。这个名，即位如来，这个名，就是咧讲，若要甲讲较具体性，就是讲，就是你自性如来。即位如来就是你自己如来，你会当有即部经典来甲伊修持，来甲伊修诵。因为即部经典就是叫做智慧经典嘛。换一个解说就是讲，因即部经典，咱的智慧若生出来了，咱的心，咱自然就会清醒。咱的智慧，水若清，气就现。咱若心若清，咱的智慧就走出来。日头若光，那阴暗下就无去；电火若光，暗就无去。这是一个绝对的命。若安尼当中呢，因为你会当把这部智慧经典，你会当把受伊心、持心。若安尼当中，你含如来，敢有啥物无相像？如来就是像你安尼，你嘛是像你安尼，敢是安尼？所以叫做啦，即位如来。所以，伫《金刚经》29分就讲一句话，娑婆提足有灵言，如来欲来欲去欲做欲往，伊就讲第一段啦吼。欲来欲做欲往，是日不改我所之意。如来者，如意将来，如意去，是故名如来。伫《金刚经》的第29分内底，就讲到这如来的物件。所以，欲有灵言，欲有灵言，如来欲来欲去欲做欲往。迄个如来就是讲迄个如来毋是咧讲释迦如来意思，迄个如来就是讲叫做自性如来，这点咱一直会记住。若安尼，你会当领有此经，会当伫金刚经的内底当中，你去甲清解理出，清解理出，你去甲义理归出。若安尼当中呢，你今日敢含一个如来有啥物无相像吗？所以呢，伊就后壁有个。佛以佛智慧，识得是人，识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以佛智慧，这部分就是讲，你讲佛，那安尼你这个佛，你这个如来，以佛的智慧，会当了解你这个人，嘛会当了解识得是人，会当去看到你这个人，识见你这个人，识得你这个人。这人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你这人实是无简单。
该得成就，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物件。迄个圆满，就是叫做无量无边。无量，伊用迄个我讲用无，就是讲无限量、无限边。迄个无限量甲无限边，迄个功德，简单讲起就是咱讲叫做充虚空遍法界。你有一个量，比如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品，拢有一个量。早二分、中二分、暗二分的，的生命，这种是拢是一个量。但是因为无量，就是我都用语言去甲表达的一个物件，叫做无量。你今日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以佛的智慧了解你这个人，已经换一个解说，就是讲，你完全进入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你这个人就是已经含佛完全成就圆满无法，迄个无上的物件。所以呢，该得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不过因为这是因啊，这是单。而这个当中呢，因为咱学校24分已经也讲不过来而这段内底当中24分的内底，咱学校有几点，几点甲你讲一个比如因为理想，因为这本经典最主要是叫做理想之灭，理想，离一切诸相，精明出佛，所以理想，即理上照，灭理上定。换一个解释就是讲，你今仔日会当理想，你今仔日能证明了完全极灭的内涵，即灭的涅槃。安尼讲，因为达到即灭的涅槃内底当中呢，因为当然头前咧讲的是苏摩提所感受到的物件，来讲说出会当成就了，是一个即个实相法界的物件。不过呢，因为到即个物件呢，因为是即个人。才会当达到迄个会当达到即个理想极美，极而常照，妙而常定。当然，即个人就是因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伊才就讲，因为这种是咧解说着讲，因为要闻着即部经典的人，会当性解受受不足为人，当来知世500岁，其有众生得闻经典，性解受是即位嘅稀有。当然，这种是伊是安怎？为虾米会当成就安尼？因为伊就是无我定思想品内底啦所以这互咱各位了解。伊讲今日是安怎做假的？是甚么原因呢？我相即是非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这拢毋是离我相的内底，甲离即个我相、人相、众生者相，这拢总毋是一个实相。所以咱好解讲，迄个是啥物件呢？讲离一切诸相，即名出佛。我定思想，嘛是一个相；法定思想，嘛是一个相；甚至甲空定思想，嘛是一个相。所以叫做离一切诸相，精名出佛。换一个解说，你拢总袂使去念这物件。所以佛大师话来讲，如果有一个人，佛在讲如是如是，佛教师话来讲如是如是。这是一个赞叹的语言啦若有人闻这经典，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成已有啦这个背就是咧加强语言，加什么语言呢？伊讲真赞叹的这部经典，师父在佛教师父在如是如是。若有人讲，确实有一个人会当听到这部经典，因为袂去人讲惊奇。袂去这恐怖不怖就讲不恐怖不畏就是讲袂畏惧简单讲起来，咱真有阵足侪人若听到经典安怎，咱会感觉足侪疑问的物件啦足侪无相信的物件啦，足侪惊奇的物件啦足侪个人的意见的物件啦所以因为伊有伫即部经典内底当中呢，甚为稀有。那即个人无有听到这部经典，会当生出着智慧了后，因为伊无怀疑，因为会惊、会怖、会畏。换一个解释就是，这个人，因为伊无进入了迄个智慧的思想法界内底，伊还得识知识见咧论上的物件，所以看到他有迄个，他有即种物件，
所以就行稳。所以呢，伊就讲，那说这个人不急不畏不暴不畏，这个人当是真正义勇。换一个解释就讲，因为伊听到这个经典内底当中非常的自在。这段呢，就甲你讲哪呢？讲到成入发展甲无成发展。甲你讲第一个秘，就咱我早甲讲，因为这个人，因为会当达到理想级别，当然第一个秘就是讲叫做智慧嘛。忍辱个秘就是讲啦，讲咱六度的第三度甲上尾度嘛。就是用忍辱度，你今日要修到有即个所谓的成入发展甲无成发展，当然你第一个物件一定要哪？你一定要有智慧。你无智慧修袂成，所以你有智慧了后当中，你要修六度法，六度就是忍辱度。忍辱就对成入开始。咱伫即个世间内底，面对着一切诸法相内底当中，免咱去承认发展甲无成发展。所以，因为即段内当中呢，伊就比如瓜利王，因为瓜利王会当节节之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如果今日因有一个之解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成成佛。啊，所以一个人，伊若我种思想，有你咧甲。你甲站手，你才袂兴奋，你才袂恐怖。一只猪仔你要来读，伊就会晓要撞咧。伫迄个车顶要撞落来哪？要撞落来涂骹要通倒亡咧。一只鸡仔，伊就知要通飞咧。咱人敢人敢杀咱毋知影，所以咱嘛知影。但是因怎你迄阵起了一哪？起了一个慈悲三昧，慈悲三昧。你慈悲三昧咧，三昧叫正等。正定，就是无有一个人咧杀我，无有一个我咧互杀。迄阵起到一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换一个解释，迄叫做有识人内底，识知识定识人内底。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已经离开迄个色相，已经去地位咧咧作用啦所以如果伊讲我是这个是有我定思想。我一定会生出了慈恨心啦即马佛陀咧甲师父伫讲，连过去的忍辱仙人啦过去做无法善忍辱仙人，有你所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有过去的一切相，我有过去修无法善忍辱仙人，咱过去讲的关于迄个故事，咱拢知影。伊迄段内底当中，都是因为伊有无我种思想了后。所以呢，伊今日当然亲人心啦所以四个即马这个总一个四个一句话就是讲做一个结论，就是讲会当修到离到极有常照，没有常定，达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物件四个，就是讲你头前讲了后，做一个结论。所以个菩萨应一切相法，安尼得三宝三菩提，本自是生，本自相向弥所个生心应应心无所主心啦比如讲今日四个总言，就是讲你这个菩萨，离一切诸法相内底当中，你要发着了无上正定正觉心，那当然你无上正定的心，它有一个自色生心，它有一个自相向弥所个生心，都无遐物件，是因为迄个无上正定正觉迄个心生入起来。咱拢生着迄个色心，咱到哪？咱到自色生心，到自相向弥所个生心，到这物件，迄就是因为你迄个无上正定正觉，再你莫定思想，你然后这个叫做有种啥哩人我的这个内底当中所以变成你会记住一切。你就因触了变了后，你当去生了色，而且不断了，人不断了所以甲来讲，应生无所住心，你爱生着一个无所住心。这段是讲你第四段妙行无住心的内底啦到妙行无住心。所以后尾这段欲心欲住，即位为主四个不说菩萨心不有住心，伊咧做咧重点欲心较心有一个心有自心啦若安尼，你我就安住迄个真心啦
四个不说菩萨心，不应自食布施。那安尼甲讲起来，你这个菩萨心，你是菩萨心，你袂使自食。声香味触布施，你袂使自这物件。所以我哋菩萨应你一切众生讲，你这个菩萨，你毋是叫做独害，你这个菩萨是一个上觉有情、下化众生的菩萨，你一定利益一切众生。但是你利一切众生内底当中，你应该爱如是布施。所以《金刚经》的31分的内底当中，应如是见，如是解，如是见，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咱讲就是讲爱如是，这个如是，就是讲你爱起着你这个如是心。啊，如是心，就咱过去咧讲的生活一如，啊无法解释。这如是心，嘛咧讲叫做佛心的意思，吼。换一个解释就是讲，你要布施，你毋是叫做自上布施，你一定要有一个清净布施。迄个如是心就叫做清净布施。那安尼当中，你有清净布施内底当中呢，今仔日所有你功德哪会大？你若自上布施，做一个代志了后，品东品西品南品北，品甲一大堆，啊，若安尼当中呢，讲较歹听咧，咱的法力嘛是有咱有限啦吼，所以毋爱叫你以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为意思，即是为相；又说一切众生，即为众生。这个讲如来咧说一切诸相，是徛如来的，一切诸相即是为相。那要甲讲起来，一切诸相，拢总来是去，拢总是一个来，拢是一个缘起的物件。但是缘起的物件，你去爱缘起成空，因为叫做缘生缘灭，因为伊无有一个实在的物件伫内底，就参像咱咧讲，我这个体只是因缘生，但是经过几十年了后，因缘灭即是空啊。所以毋通讲一切诸相即是为相，又说一切众生即为众生。哪有一个众生，你互你布施，哪有一个众生？咧甲你接法，所以一切物件拢是家己这心的作用物件。所以嘛讲，如来是真理者、实理者、如理者、不公理者、不有理者。这段话就是讲，你进行这，因为这个释迦地，伫迄个佛教释迦地讲，如来是真理者，释迦地介绍释迦地啦吼，如来咧不是真理者、实理者、如理者、不公理者、不有理者。用这五大清净语言，甲咱做成保证。我一点真是实，我咧讲的话，完全对我的心性所有无经我意识迄个物件。不如理者，我今日无讲安，我就来讲安；不公理者，我有骗。所以这是佛用着足无难嘛足沉重的语言，甲众生保证。毋过众生会相信咩？拢讲信者恒信，不信。伊嘛毋是，什么物件？敢是佛讲的话毋对？毋是，是因为咱众生无迄个根基，嘛无迄个福报，人去听着佛咧讲这清净语言，所以佛才用着这无奈的物件，甲你挂保证。咱各位，咱立足会赢，敢着佛讲我是真理者、实理者、如理者、不公理者、不有理者，敢着安尼？当然嘛免，所以就是赞取境界物件吼。所以讲，所有的如来所听法，出发有性，咱话拄则讲过，伊即个法，你毋通讲有一个众生我度，有众生咧我度，因为伊无一个法缘起的物件，应机而度化，毋是有一个众生，即个客无就无去啊。所以咱咧常讲，珍惜着即个因缘，珍惜着即个因缘的生活，咱即世来到即个世间。会当珍惜着天德降世，会当互咱而且修菩萨道，会当互咱修菩萨行，会当互咱即个上求角度效众生，会这个好机缘，咱一定要应这个机，嘛真正珍惜着这个因缘。所以就讲出发无一个失，无一个虚，后日拢安怎？不是归零的，归零的啦吼。所以呢，所有的着菩萨心，以前我甲你讲无一个失，无一个虚。所以我怎样？他说这个菩萨心，然后一个诸法，有执着，有一个方法得，有一个得着法，有一个得着空法。那安尼这人入去一个暗室内底，
这个完全是一个啊，咱讲叫做懵懂，哦，就咱话早讲，哦，千年的懵大像小象。若菩萨因不自发利用波斯如人有恶逆光明条件清明色，这就来讲这个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物件啦吼。所以，搁过来最后一项，这是《金刚经》14分理上级别的上尾分。叫啥说菩提？伊讲当然之说，说菩提啊，你爱了解未来这种性。当然之说就是咱今现在这一家，所以这回会当修学到。分灭无阿慧，即种众生。讲当然之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有出应受之图相，即为如来。各位先生，咱今日而且听这部经典，而且学这部经典，不过咱着照机那悟理，照机悟道。因为这部经典就是要咱明白，这部经典就是要咱入理的一部足重要的经典。那安尼当中，你若当受，若讲你若有心持，你坚持落去，你毋通去互灭失，你毋通去甲放弃。那安尼，你即个就是如来，即位如来，了佛就是讲小相，所以佛就是你，啊你就是佛，伊佛智慧，你会知影，佛的智慧，佛有够迄个智慧，会当了解。实质是人，实践是人，伊就理解咱小相。现在讲，咱佛早下讲过，哦，人马眼甲马眼小相，天眼甲天眼小相，慧眼甲慧眼小相，法眼甲法眼小相，佛眼甲佛眼小相。如来之眼叫做佛眼。换一个解释就讲，你是如来，啊佛嘛是如来，如来嘛是佛，啊佛嘛是如来。那你含佛行入这条的路线了后，你毋是如来吗？你毋是佛吗？啊，那安尼当中，你嘛了解如来，啊如来嘛了解，如来嘛了解佛，啊佛嘛了解如来，简讲的这个道理啦吼。所以该得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安尼这个当成就一个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因为咱今日啊讲到了啊咱的第啊这个这个14分啊，这是总结束。但你今晚呢，一定要到啊，伊这15分的啦吼。这15分就是讲叫做持经功德分啦吼。啊，这持经功德分内底当中呢，因为咱是目前中啦吼，爱你是出现到第15分啦，啊，讲着这个持经的功德的迄个。这个分啊，这个功德相当大吼，所以这个当中啊，咱先来啊读一遍吼。这个持经功德分第15。持经功德分第15。苏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入分以恒河沙数。定心报施，中日分，这一段爱读到迄个时阵啦吼。中日分后以恒河沙数，定心报施。后二分。这直接爱读到迄个时阵吼，福二人分业以恒河沙数，心报施。福日分以恒河沙定心报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依心报施。若有人，闻处经典，信心不竭，祈福生起，何况思想，修持图相，为人解说。咱因为这道会吼，咱借这个因缘啊，先来为这道会先来大家先来研究。
因为这段话就是叫做持经攻击分。这个持经攻击分呢，是讲你持着这部经典，因为伊的攻击有遮尔大，当然因为有阵时啊，咱感觉不可思议。伊若咧讲，咱对第分到第14分来，拢一直咧强调着这部经典有不可思议伊的攻击，有不可思议伊的功用。到底咱有阵时读这部经典，读较安尼来，咱嘛毋知这部经典到底是伊的攻击、伊的功用、伊的力量伫一个所在。所以呢，伊到第10分内底，人讲，你持着这部经典，你今日有不可思议来去攻击。咱啥？拄着问题，比方说，咱今日若拄着迄个无清净的啦吼，咱拢来哪？咱念一部金刚经，哦，咱若拄着无清净的啦吼，咱要念一个弥勒经；咱若拄着无清净啦吼，咱要念一个法界经；咱若拄着无清净，咱拢念一个心经。敢是安尼吼？拢要念经。但是念经，即个经典，你经念经即个经典，伊就不可思议的功能。何况后壁内底当中，哦，思想，哦，为情解释这个道理。啊，所以呢，伊哩持经，就是咱后壁咱学校啊有做一个解说，哦，因为咱拄则数学题，伫这当中呢，不再用数学题，哦，这个来做一个提示啦，吼，这个提示。分题是讲初二分、中二分、后二分，这个叫做反义。那伫印度来讲嘅，哦，叫做印度语，叫做反印度语啦。啊，经过分类叫做这个初二分、中二分，叫做后二分啦，吼。啊，这个数学题假使有一个善男子、善女儿，有一日之中啦，吼，哦，这个会在是。哦，一日之中在是以行而耍耍，心灵布施啦吼。然后假使有一个人啦吼，对这来讲啊，所以呢，若有善男子、善女儿，初日分以行好，以行刷顶心布施，就是讲，假使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伊即个攻击，即个用攻击用三个施性，就是会知啊，中道。较用啊！因为咱会知影，即个生命布施啊，吼，行好耍耍，伊即个，吼，即个叫做心，用伊心布施，即个心布施就讲，咱人一世人甲一条生命。一世人甲一条生命，但是你行好耍耍，迄个行好耍耍七宝，3000大千世界七宝，迄就毋知要怎讲啦。一粒行好耍耍，敢若讲一粒幼耍，就是等于一个人的生命。会知影中道甲阴暗分做三个四性，拢有每一个人，拢有。你行个3数要几千万亿，迄毋是用数字咱算的人数啊，对啦。敢若讲一粒一粒刷，就一个生命嘛吼，一个生命嘛吼。哦啊，分佫会知哦，佫用中道哦，甲阴暗哦，佫分做这个3阶段，毋是一日，毋是一日尔哦。若讲哦一日行好耍数，佫减2个中二分甲后二分哦，后二分一个哦。伊一日是分做3个行好耍耍，甲你讲起来，就是讲一日有3条行好耍耍的啦，的生命的布施啦。这外省我毋知啦，因为伊这就是啥，伊这就是咧讲着讲证明，啊嘛咧讲着迄个叫啥，你会当持经不可思议，所以不二早就甲你讲。如来是真理者、实理者、无理者、不公理者，伊有安尼甲你讲。顶文都甲你讲，若有人文处经典，不经不报不为，有无？
世人皆稀有。好，刚才讲起来，咱正听到一日有3条的恒河沙数的生命，就我讲的生命是一个尔啦，无得倒转来。比着迄个3800世界的七宝，比恒河沙数的七宝，还有较宝贵无？当然嘛较宝贵。伊讲一日用3分，早2分、中2分、后2分的即个七宝，哦，后2分阴暗恒河沙数的生命布施啦。伊后壁再讲一句讲，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心布施。伊讲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啊，这个那什么怎么样子？哦，这足济就对法啦，这足济。就跟人讲的是用一个大数据、大数目来甲你讲。跟人讲起来，我早就讲一句话，有数据、有数目啊，伊个拢会有哦。跟人讲叫做时间法，叫做世间法。啊，世间法有数据、有数目的，拢总是一个叫做有漏法、有漏之法，迄毋是叫做绝对之法，毋是叫做绝对之法。甲咱讲起来，唯有着你明心见性，即叫做绝对之法。绝对之法，甲绝对之法，咱来知影，落水袂死，落火袂死，脚砍掉咧，头戴掉咧袂死。咱这里啊，看到迄个广东啊，哦，就算要放落，讲砍死70几个，讲砍死70几个，遐有死无？遐死啊，对毋对？但是遐有死无？死吧这死呢，迄个面无死啊，吼。啊，伊讲今日讲乌一个讲，待60几小时的吼，迄个乌出，迄个讲无死安尼啦，吼。但是若伊出世间法来甲讲起来，迄拢无死。伊出世间法来甲讲起来，拢无死。然后死才有后生。然后死才有后生，所以因迄拢总无死，是因缘生灭法的物件死去，凡所有相，该是以往的物件拢总死去。但是因为今日咱即摆的经典所画的这物件，拢是凡所有相的物件。各位，安尼咱想几个？咱想几个？你真开始咧赚即世人咧赚，有赚有8千万亿劫无？你有法度赚足济无？好，你往哪一种？甲你讲的物件，拢总不及于受持独相处境，乃至于数其顶为他人说。安尼讲听，有啦吼，后摆咱赵老师吼，早就退休啊吼，开始拢烦恼。现在赵老师吼，若想翻译拢对不对呢？恁讲你若是个新安怎，伊拢讲有别人录影的，啊录影了，伊制作者就甲拍去网络顶。哦，因为伊每一个版拢无人会咧，你通咧小，迄个大专营啊，什么中学营啊，什么大专营，什么儿童，什么营，伊拢有教咧。那你现在班主任，你讲问他赵老师这一班无教，你无教，那你无看就是你无来。现在我们太太就快乐看得到的吼，伊这样的分享给大家，所以真正若你甲讲起来。伊这段时间啊，这段时间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啊，甲转迄有一个物件，转来讲者，所以这才是真厉害啦，吼。所以如此哦，伊甲你讲，如此布施经过8千万亿劫之久，每天拢是3个时辰，该如此布施这种的福德，咱得计算。当然，这个是我同你算，你要怎个算？哦，以前咧用一个数据来做一个比喻，但是这款人是讲真正有智慧的，真正捌法的人，什么人你相信？因为世间的人，世间头这个物件，对不对？这个物件，你讲迄个有一个讲大老板的董事长，我无讲，因为伊个是做 IC 设计的啦。伊讲的时阵，把伊个股权99%拢摕做布施，讲做一条6000几个，99%，袂说99%，伊100%的股权摕99%出来布施，做一条6000几个，有这无？啊，会比这较济着，当然嘛袂，要操作设计。
但是今日安尼，咱就感觉哦，即个人那上真跟菩萨，是毋是？但是你会了解，伊这种叫做福报，毋是叫做福德性，这叫做世间法，毋是出世间法。世间法是啥人？世间法是你的头脑，世间法是你的心性，这叫做出世间法。但是咱拢要拼世间法，拼到一大堆的罪过，拼到一大堆的罪过错，拼到一大堆的是是非非。咱后日回来就会做安，阮今日班就头一届，逐年搁咧会做，逐年搁咧做，逐年搁咧错，也无好势，对不对吼？所以今日咱伫有遮尔好的因缘，好甲恁讲，爱知影吼。头前比如你知影啦吼，早结婚、中结婚、后结婚，甚至于如此无量80000000一劫的生命。毋是夹一工命哦，如此80000000一劫哦，一劫讲几多啦？一劫迄是一个足久的哦，讲计1280000年啊。哦，啊一阿大一大阿星期劫偌久，哇，迄算个特别少啊！一劫是1280000年，80000000一劫，你甲看偌济？所以呢，用这三个事情的80000000一劫的这个福报多无？咱就讲难以计算，伊用一个数据来做一个比喻，后壁再来讲来。讲若有人闻处有见，信心不足，伊用生僻。这金刚经讲的，这毋是我讲的。那我讲的，恁可能无要信我这个，对不对？啊，那讲的可能恁也爱记给我信。现在讲今日无骗人嘛，哦，啊那佛的骗人，也无可能到是2339年嘛。哦，今年明月39年嘛，伊佛灭骗人嘛。作若有人，假使有一个人，但是如果有这个人得闻金刚经，生了清净的信心，信心不疑，不为业的去信受奉行，这种闻经生信的福报，胜过于前面以性命布施。伊这已经来讲啊，问题最对的所在，所以咱看，只要有讲，问题是一个信心不足。信心不足的意思是讲，你完全伫信心的内底当中，你无怀疑，你叫做逆转嘛，你完全是相信。如同咱来这段六祖会了，闻着金刚经，他信心不移，到尾也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解脱。敢是安尼？六祖会了敢捌伊？六祖会了伊是捌伊回向呢？伊却听着金刚经，随印伫伊的八识当中呢。这种是无简单呢。伊安怎讲？因为伊前世人对地藏母来转世，咱得会得成遐尔的劫。咱即世人会当听金刚经，嘛是咱前世人有修过金刚经，嘛是有修过佛法人。咱即世人咱哪好在这个？咱哪好在结合中个？咱即个防护部门，真前咧捌着叫电话来问我，讲实际上说因啊有金刚经无？啊无，答应有啊，我讲有啊。我想这2礼拜一定有诶吼。像你讲，我毋知问啥，毋知今朝是啥，我看看，啊无就叫人才教育。哦，我像你讲，你要紧要叫电话。哦，即个咱防护运动因也无，搁后2礼拜。所以啊，已经几岁啊？87啊，88。86啊。咱若86岁，啊找几个，咱做遮济。86岁啦，兄弟生几岁？啊？你几岁？我减7岁。你减伊7岁，啊，差煞个。但是减伊7岁，啊嘛无简单啊呢，无简单啊！你看这有几个小恁2个年岁，是毋是安尼？所以呢，因为叫你的年岁都袂定，所以咱会当来拍一个保险好。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因为这个天气吼，那了冷就无人要出来。什么物件？因为咱毋是爱来听经典，因为咱已经叫经典甲你摄取到，因为你前世人爱有缘，
你今日囡仔爱要来听，所以六祖规定，因为伊听着金刚经，信心不逆。伊听着金刚经，信心清净。虽然伊捌字，但是伊知即本经典伊有不可思议的物件，伊伫个80天中已经影射了有不可思议的物件，一定他已经走定了。咱话，而且还做者，比如为何文处经典功德会遮尔大呢？问题出伫问题，伊是深信真理啊，信真理，伊信心不逆，去了清净的地位先，马上无有莫定事实，所以伊个即个无为的力量就起来了，伊即个无为力量就大。我有只有做者，譬如讲，目前中的诈骗集团，迄伫迄个邮局咧领钱吼，阿婆啊780万免领，警察讲阿婆啊，你这两领是诈骗集团，你已经甲讲啊济啦，我拢知影咧。伊佫硬硬互伊咯，这毋知电视无咧翕有无？伊阿婆感觉讲，阿婆较无爱钱，因为伊信心诈骗集团，他相信诈骗集团，他不相信警察，敢毋是安尼？80几万都免摸的互人哦，一个阿婆啊，一个警察咧甲阻挡哦，咱含警察咧收养哦，所以派警察咯，你毋免啊加赔啊关啊济，你毋免啊加啊。因为伊阿婆咧已经，互即个诈骗集团，毋知安怎甲讲的，讲恁后生伫遮吼，啥物安怎都安怎，讲一堆，讲到迄诈骗集团，讲到迄阿婆啊，真正不要紧钱摸的话袂使。伊有即个经验，是啥物原因？信心不逆，啊无你也领来花，你领来花你就毋嘛，因为你知影我嘛，对不对？你毋领来花，你是安尼领来花，你相信伊，是安相信伊，伊有法度来说服我一套，你相信？啊是安你相信伊，相对就是哪？你头壳出问题，你识见，你向怪动脑，今日有智慧，你会向脑你向怪的，相对的就是安尼。因为你处理一个懵懂的内底，所以伊咧去当中就是说，目前咱们这个义务作定，他如何给你绝对的信心？给你决定把你所最爱的金钱连给他，因为有能力说服你的信心不逆。怎讲呢？有能力说服你的信心不逆。所以你今日爱知影，即个信心不逆，这足重要。是安怎会当起着了？用于应用文处经典，即句话足重要。第三句话足重要。咱今日有心性，喙喙齿无接下讲到一个深信真理，然后心信真理。咱的心信因果无？咱有心信因果无？咱有心信真理无？深信真理无？咱有心这物件无？今日有心信这物件，我甲你讲，你今日伫修万多内底当中，我们不敢懈怠，我们不敢停止，因为你有心信伫内底。因咱即就是咱拢个心信就是金钱，咱个心信就享受，咱个心信就咱家己个个未来的物件。你深信你未来，你拢有这物件尔嘛？但不到未来当中呢？太安尼，迄阵你痛苦了解，因为讲，迄阵你已经迄个心性，你深信你家己遐面已经慢慢退化，现在退化已经熟，已经弱去。咱即摆骹手会动的时阵，咱要拼是经济，要拼是金钱，要拼是快乐，要拼是享受，要拼是今日时势，要拼是啦，即个酸啊时势，拢拼这物件尔，这后日含有相关。你目睭起来含有心关的，啊相关的，这新主摆伫遐说得满满的，啊你新主摆当下偌久，是毋是啊？无甲你塞去六骨头尔，啊你真去六骨头拜几遍？恁个囝个时阵真去六骨头拜几遍？这毋是咧讲，这毋是咧讲消情话，这是一个讲互恁了解是事实的命，命运是毋是你家己定？你后壁你离开世间，后壁这个是你家己咧受。后壁你离开世间是什么人咧受？是你家己咧受啊，对不对？你
你家己咧修，毋是别人甲你修，你的囝你的事情会甲你修，哦，你的身边人周遭人会甲你修，所以家己咧修，叫做自咒自受。所以我甲你讲，咱今日会当修学道内底，咱会当心实因果，咱会当心实给咱的命。所以呢，心深信真理，咱往这个方向。那安尼当中，心情你不违逆，即信受奉行，这种的稳定精神的福德，胜过于头前迄物件。早离婚、中离婚、后离婚，所以你会知影即个功德爱做偌大啦吼。所以叫信心不离。第二，咱六祖当中有一句话：先知识。后代顶某发者将主顿教法门，有同见同行，发愿受持过啦吼，一起啦吼，如是不过，不过终身而不退者，定胜位。言书传授，将上以来灭传吩咐，不得离正法。若不同见同行，不在佛法中。不可传播，说明前人究竟无用，向无人不敢帮助法门，必结先生断不是精神。这段就是咱六祖非常讲潮的，但是咱有相信无？当然，我甲你讲，咱拢应该相信。伊甲你讲，后代顶某发者，恁未来的后壁人会参照，不过咱后壁这阵人来，后壁这个。因为会当得到咱六祖顿教法门的当中，会当有同见同行，伊咧做，甲伊咧行，拢总相像。法愿有受持佛果，佛果会当法愿受持。咱今日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法愿受持。咱受持是咧受持三宝心法，对不对？咱咧受持这个大法，所以呢，咱终身而不退者，定有胜位；终身而不退者。所以咱今日，咱对修法做内底，咱遇到什么偌大的危难，为着修法的困难，咱终身绝对袂使停。那安好来定胜位，六祖来讲定胜位。所以后壁这段讲，就不同见同行，含咱无相像的，含咱做的，毋是咱咧做一种物件。那安尼当中在佛法中不得传付，说明这有不要，较为这帮助法门。必结真大精神，这段就是讲，这做到他们，这个是讲活道的物件，所以不同见同行的物件，这种会使传播。所以后边这句话，顶面这句话，你要信心不疑，你一定要相信，相信佛讲的，佛讲的是真理者、实理者、如理者、不空者、不离者，所以这点是当中咱一定要了解所以后边这段我来讲本文啦何况书写修持图像为人解说，因为伊开始咧对顶面咧讲安怎？讲你行的时阵而且甲你讲文处经典性不基福性必而这段叫文处经典你听着这部经典了你着咱起了清净，深信不疑，你不为业去信心福现文处经典有这点大福无？何况这段当中，何况就讲，你也听到这，你就起了不可思议的功德。何况你当书写受持读书为人解说，这样不可思议。所以呢，你听了经过久了，你就生了信心啊。听到到这个内底，你就当信到不起疑惑，不起不信，唯业之心。你这种的听经所听到的福德，惨些就胜过于前面无量生命报喜的福德啦。何况是有见面书写，当然这个书写当中啦咱伫这个法华经的内底当中一个法师品的内底当中有，这法师品上内底有5种的法师啦第一就是这个书写的法师，第二就是受持的法师啦，第三就是读经的法师啦，
第四就是读经的法师啦，第五就是解说法的法师啦吼，即有叫做无的法师啦吼。但是伊是书写吼，即有一个叫做书写的法师啦吼。咱较早吼，咱拢有咧抄经典，比如较早我前辈，吼，咱有咧抄哪？抄心经啦吼，或是抄金刚经啦吼，或者抄六祖坛经啦。我知影咱主席吼，就把金刚经迄本抄了，你抄了有啦吼，伊就抄一本，因为迄阵含咱台湾吼，泰国的时阵，伊就把咱互迄本抄本当中，伊怎可以抄啊？一本抄，但是伊讲迄本抄起来吼，有咱偌济物件的吼，讲咱抄过来你抄了吼，所以书写。啊，是安尼书写，因为法师顶的内底当中有无咱第叫做书写法师，其实来甲讲起，过去咱六祖规定，伊咧书法内底，什么人甲书写？什么人？法海吼，法海甲书写。哦，过去佛陀咧讲经的时阵，什么人甲书写？阿人甲书写吼，阿人甲书写。哦，所以因为拢有一个书写法师。哦，这叫做书写。啊，咱今日若会当把佛的经典，咱有时间咱去甲书写，即款就讲究无？当然有咯，因为你个问题，因为你咧80点钟啊，你一定有正迄因为连内底太有讲究。啊，无讲究，佛在来讲去书写。哦，佛就袂来讲书写，佛就袂来讲书写，所以书写就是重点。哦，第个书写的法师。第一个受持的法师，第二位就讲叫做受持。受持，你佛教上的内底当中，你有一个叫做受持书。简单讲起，你要入去做师傅，哦，剃度的修士啊，你受阿罗汉道，简单讲要做比丘、比丘尼，你一定爱受到有点为了因为受到什么戒，啊，受到什么什么。哦，比如讲有菩萨戒啦，有啥物戒，啥物戒，哦，伊了有足济八关斋戒啦，就代表个迄戒，伊拢有这受持这法师伫个，哦，这叫做受持，哦。第三呢，伊来讲叫做读经的法师，读经就是阮读经，互人甲咱做啥呐？甲咱做，咱咧做导游，你是像咱的一寡读经班吼，咱一寡老师。因为伊拢叫做呐，伊拢迄个迄个导读，互因这学生来当对，这个导读法师啦吼。这个第四叫做上经法师，伫这个伫佛教上内底当中，因有咧上经啦吼。有阵时啊，因早上甲暗上，因有阵时看因利用。这个佛教上内底，因即间庙师，看咱的主持，甲咱讲的是上做一个事情，咱就按呢个事情去上，所以呢上经，第五叫做解说的法师，解说就把经典，甲解说互人听是怎样知影，这是伫迄个当中，伫迄个佛教上内底当中，咱伫佛经内底当中。有这五大法师啦吼，第一叫做书写法师，第二叫做受持法师，第三叫做读经法师，第四叫做上经法师，第五叫做解说法师这五法师。但是意思讲来讲，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佮有形解说，叫解说法师。基本上来讲起来，这段话就已经讲到这个法师品的内底当中，已经呢。已经讲到这个第四项啦吼，所以呢，你甲看，你会当来有时间，咱经典抄咧吼，有时间修，修持是连佛教上内底当中，因为因内底有修守戒，有一个叫做持戒法师啦吼，但是咱伫修办道内底当中，咱着重视啥物件？咱受益一切真理，真理，经典都是咱的法师，
哦，使互咱今日会当明心见性，会当去持着即本经典，咱会去行笔，哦，这叫做受持读诵，咱会当啊读诵即部经典吼。哦，所以因为读诵内底当中应该嘛是咧讲上经，哦，啊，敢若甲读经，即个内底当读诵，即个内底应该会当解说你我华经的内底当中，这五种法书内底拢总嘛讲了。因为我早头有看即个读诵内底当中，第一个读经法书嘛，第四叫做上经法书嘛，简称叫做读诵嘛吼。所以伊即段话内底当中，伊法书篇的内底当中已经讲了。啊，若安尼当中，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个讲就有大话。当然，伊家讲为人解说，有人为人解说出现这个道理，自己人民心见性，也会当互他人会当见性。所得的福德就往往胜过于无用心灵布施。所以伊即段话就讲，师佛者必要言之。是心经有不可数量、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而且当中呢，佛陀叫啥师佛者？师佛者啊，是安怎这部金刚经内底当中，而且呢，惊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包括典范的当中呢，文字经典的，哦，都有即个都师佛者必要言之，就遮尔咱大功德，总共一部。以后言之就讲，总我就安尼来讲，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是这部经典总共一句啦。刚才讲的是安尼，咱我感受就是伊即句话应该是安怎解说，就是最需要的说，总共一句最需要，总共一句是安尼讲。不是讲是我来讲啊，以要言之最需要是经这本经典《金刚经》。哦，是会当互你明心见性经典，是经是绝对，这本经典叫做绝对之书。较早咱我捌讲过吼，无有任何的怀疑，对什么无有任何怀疑。咱这部经典的内底当中，已经检验2559年过，所以应该对这部经典内底当中啊，无什么人有对这部经典的怀疑，会当互咱生大智慧吼。经是一种的通顺，通达一切。无有任何阻碍，如同我们心理，心理这本经叫做心经，啊，这本的心经能通达一切，所以来讲情感幽水千百万，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吼，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因为这部经典啊，讲起来了解内底当中，这个物件，拢总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即种顺着咱中国话一句话讲，不可思议啦，无法度用思维去甲想，无法度甲称量、甲称伊的量，无边，无有一个边界的功德。哦，那安尼当中，这部经典应该是一本真正有大功用的经典哦，所以佛拢用着迄个不可量、不可称、无边、不可思议。后壁即句话真重要吼，如来是为法大成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可能今日下即段话，咱会做一个，甲咱做一个较详细的解说嘛吼，即段话，因为有阵时咱伫即个佛教经典的内底当中，有阵咱大学是拄着问题，咱可以去找一寡佛教经典，但是因为伊内底当中，咱讲要上佛教上因专门咧研究即个物件，研究到遮精华，咱可能无法度。但是咱了解讲，咱对伊的大方向去甲做一个摸索。所以因为咱好就是讲，看到伊头前伊拢讲，即部经典的内底当中，既然有遮个伟大、遮个深奥、遮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当然，若毋是对特定人讲，特定人讲。真正毋是简单人去接受。莫讲今日莫讲佛咧讲这个，咱讲咱道中啦吼，咱道中你讲话要叫听这啦，要叫听这啦吼，毋是逐个拢无法度听，所以咱头头讲出来，听经虽然，看伊的因缘，一年的因缘未到，哦，
伊的因缘袂到，伊的经验袂到，伊看袂到，你今日去听这物件有可能。所以咱互伊即段金刚经的内底当中呢，咱互我做一段的一个图，但咱我咧画图是袂解，袂晓画啦吼。互咱了解讲，什么叫做违法罪成假说？违法罪上成假说。这两个，这个它同样毛病嘛，我记这个。咱好不要画图啦，但是吼，因为无讲这物件出来，基本上来讲起来，要这物件讲起来吼，这个设计内底当中呢，这个叫做思想的吼，这个思想的吼，这思想，这嘛叫做这嘛叫，这嘛叫思定啦吼，简单讲起来，这两个叫做思想八定啦吼，这思想八定吼，这欲界分做上欲界、上欲界甲下欲界吼，吼。上欲界甲上欲界甲下欲界啦吼，因为这段，离这段。
这段就是哪呢？这段就是伊咧修，伊这段就是咧修迄落个修十仙，叫十仙业啦吼。换一个解释讲，因为你甲十恶转十仙啦吼，啊，因为各有世界上歹修的就是啥？上歹修就贪嗔痴啊吼。这因为这个是事业，这个是建业，这个是事业建业，因为事业建业有88品，啊事业有80品，吼81品，吼981嘛81。啊81品当中呢，你贪嗔痴爱修两个品吼，所以呢，因为咱才跳去到阿罗汉。啊，所以呢，因为咱伊这段内底当中有，咱互我有经验啊，如来说法应机啦吼，义说。德文，说法贵有机啦犹如成言语啦。金刚经为虾米爱受持咒？上为人解说，会产生遐大不可思量的功德啦。因为这部经典是违法大乘者说，违法最上乘者说，但是因为大乘者最上乘者，大是真正要修佛因啦今日咱下当来听这部经典当中啊，是咧听。讲佛因的物件，对因地这因地还是就讲对这六七还是咧修发心真重要，心一发，一切的行持拢是随着这个心而发啦。而起修啦，楞严经咱讲出过来，一切因果，世界未停，因心身体啦华严经欲了第三世一切困难应缘解释。一切为心作啦，为妄经的内底当中，欲菩萨，这是咧甲你讲迄个因地还是咧修啊？欲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啦随其心净土净法，你讲心性这种说法这个心灭这种心灭即种分别啦，随你的心不动所解说等于上不动啦而且咱我今日要讲的是讲，金刚经属于大乘经典，你发了大乘心，你是一个大乘者，你发了最上乘心，你就是一个最上乘者如来为法大乘者说，这段当中呢，咱我要和咱讲的这段当中伊讲这个大乘是指梵教大乘，指全教大圣听好你教下所说不教。佛陀一代教法总归了5分的小教、死教、中教、顿教、圆教，定无范围啦。因为这有无范围啦。但是当中呢，因为今日个小教，这个叫做小，因为这两个部分当中就是阿罗汉甲辟支佛，因叫做小乘教法、小乘教法。这个小乘教法应该是小乘教法，但是因为个死教，这个有一个死教，就是这个所在，这个死教就是啥物事？这个叫做死教，这段当中叫做死教，什么叫圆教？就是讲这个物件，因为咱后壁有分做哪呢？有分做中教、顿教。因为伊佛因咧讲这个物件因为今日因为离这个欲界，这欲界上欲界有6天，色界有18天，有色界有4天，所以6天加4天拢总有偌济？28天，是毋是安尼？这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有28天里底。但是这个欲界内底当中呢，因为阿罗汉，伊讲阿罗汉，伊这是咧修科这个道，
古前的当，伊开出发这灭道，伊是修12因缘法，伊修12因缘法。到这来当中4讲，伊叫做哪？伊是咧修啥物件？如来为法大成者说，如来为法最上成者，大成者就是者哦。这个叫做大成者，叫做宽教大圣，叫做全教大圣。宽教大圣，所以因为金刚经讲是宽教大圣，就对这开始讲，对这段到这段，对十性、十住、十行、十会开始讲。但是因为如来为法大最上成者说，伊就是开始对初地些开始讲，叫做十教，十教一圣，十教一圣吼。这个是可以，所以咱伫金刚经看到当中呢，如来是为法大成者说，就是因佛咧讲的，咱拄则而且看到当中就是哪，如来为法大成者说，这个指宽教大圣，伊教下就是这个4教，所以这个叫做小教，就是讲小乘阿罗汉这边，中教，中就是因为伊就是对十性、十住、十行、十会哦。因为这段虽然这段咱拢忽略着这段，因为虽然阿罗汉甲比丘佛，因为是已经证佛了，因随小乘的阿罗汉甲比丘佛，但是因为爱佫经过着这个宽教大圣，因为这段免咱甲解说，因为佛在咱讲叫做宽教大，因为叫做全教大圣嘛。伊宽教，伊一个全巧方便嘛。像咱今日去，因为咱当时佛伫金刚经，如是我们一时不在孝为城，比丘不同，1250人，迄个1250人，迄个人嘛来甲讲起来，因当时迄当中迄蛮活道呢。是因为佛道，因为为着要成全着这阵人，都因为当时拢活道逃亡嘛。所以因为互佛道甲降落了后，因若开这金刚经办了后，请伊这1520人扶起来。但是因为伊后壁有以大比丘像顶1250人有后壁是一个大有无？金刚经有大比丘像顶，迄个大爱看着，迄个大就是讲叫做全巧方便。这全巧方便的道理，所以金刚经这段当中呢，这个宽教大圣，就是讲如来为法大成者说，就是讲这段；如来为法最上成者说，就是讲这段。对初地，这段当中最上成就是讲十地菩萨这点。但是佛一生的内底当中呢，因为你要证到着。要证到，因为佛因内底有4个位啦第一个位，这段叫做愿乐位，愿乐位，这愿乐性觉嘛愿乐性解嘛。到这个初地，这个叫做见位。到这第7对这个到这个，这叫做受位。对第8地叫做究竟位。所以佛的4位就是讲，对愿乐位、对见位、对受位、对究竟位，这个4位。